真侪捡字纸的人生活都较善食，因捡规工的回收物可能是赚不到100块。有立法委员希望改善这寡第一线回收人员的劳动尊严，是邀请环境部长裴启明做伙塞车啊，四界捡回收，体验这寡人的生活困境。那环境部长裴启明是表示，会检讨现行回收费率，看安怎来保障这寡人的收入。日头晒35度的高温，搁塞车啊，伫路里行，沿路捡回收。拜六立法委员邀请环境部长裴启明做伙实际体验捡字纸的生活，望提升这寡人的劳动尊严。有时阵也无物件通收，真靠运气。真无简单，甲家区洗过一轮，甲回收拢搬转去，经过分类的工课才通称重算计效。32公斤1.5块，委员多少钱？48，不到50块。因为阮做这吼，伊较会定所在啊，爱较垃圾，人家会检举啊，环保就开罚单，趁无钱啊，还佫厝边人感觉很不好看的。登记关注回收者议题的民间团体讲，回收的绩效逐年拢在变歹，或者我捡字纸的善食人真歹生活。民间团体甲立委提出诉求，希望环境部要检讨现行回收系统的资源分配敢有合理。现在基层拾荒者遇到他最大的困境，当然是回收价格的问题。现在的回收价格其实是逐年在变低的，一整车的回收，一整车的纸箱，可能只能卖到40几块、50几块的价格，对于这些拾荒者的生计是造成蛮大的影响。我们回去再检讨整个体系，是不是能够再更完善一点点？尤其是刚才讲到，一个是费率，一个是这个体系那个健全性。环境部讲会检讨现行回收费率的问题，未来可能用补贴，也是调整费率等方式，互捡字纸的人收入有保障，方法会搁再研究。记者郭文正、孙佑台北报道。